恒春半島也係喺台灣最南邊嘅度假勝地，係過多年來到南台灣天出為喜料嘅素材。唔少過少年地的恒春其實同客家人各有關係。來到恒春鎮呢，最常人注意就係一個恒春嘅古城，因為它喺台灣嘅古城都係保留到幾完整嘅，唔但將寫上門就含保留內，就連上上就含有一般純菜。恒春喺清朝光緒元年，也就係西元1875年實現。當時為到去上上是有改道嘅年代，嗰座周末嘅改道廣東潮州、台灣南部六隊嘅客人來到亞洲嘅開墾。清朝嘅政府啊，就周末嗰度客人啊，對廣東嗰啲周末嗰度客人來亞即係台灣來開墾啊，開墾。一般就來到台灣最南端。有條就講見肯定嘅入嘢，所以呢就肯定嘅遊來啦。因為全部裝點嘛，你嚟開墾下呢。一般就嚟到恒春，也就最早之前嘅。去上上嘅時節，為到愛祈求平安，同時有一個精神寄託。當時去上上嘅太將軍梁彥，都特別對廣東潮州搶來嘅三山國王，睇下只個去嘅一草廟，也就係一下嘅廣寧宮。三山國王是一個客家莊嘅新名就對啦吼，要做恆春古城嘅進程，由咱嘅台灣嘅總督嘅辛寶正，甲大陸廣東潮州府嘅大臣將官做留言，當時兩個請來做這個古城，所以這三山國王而且定修了後，才來做恆春古城，甲今仔日嘅歷史。大概有歷史嘅一定記，拄啊136年。對廣寧宮向上內行，中山路、文化路、南門路附近，就係恒春能開墾嘅時節，廣東式嘅客人吃食嘅素材，取名按做客人街。講是迄個大陸嘅東鄉門關來嘅人吼，佇這條街啊一直來啊，遮大一個，遐大一個，遮大一個吼。就散在大，嘛是攏住佇這中山路，迄個甚至這中山路時間客人在大呢，較少，迄個好多人是大部分，毋過客人攏集中佇這遮。88歲嘅朱義寬係漢藥行嘅頭家，係也少數行喺睇客人街行嘅客人。我做60年，阮爸爸嘅時陣，至少嘛喺30-40年。阮阿公就100年以上。對亞太嘅時節，朱武日都睇恒春落地生根。朱義寬雖然記得自家有客家血脈，不過阿爸頭位係好老人，本阿妹土太嘅兒已經唔會講客話嘅。夜生人呢，甚至唔知自家係客人。伯伯，你知道你有客家血統嗎？知，囡仔唔知啦，無甲囡仔講，咱也免講客話去啦。當時人早講這是客人家，即滿遮都無啊，唔是無啦，免講去啊，免講無法度啦。同樣喺中山路行嘅建設行，頭家也係客人。民國17年，林君健對萬萬來到恒春做同廠工人，連面睇老街行開業建設行。家下龍橋講龍橋，話冇人講恒春哦。挨來萬和路呢，萬和公路呢，有個4條路嘅。95歲嘅林君健年紀大嘅，建設行嘅成立交本天爺奶爺來做，嘅生意度也請天爺奶爺喊做得講是白嘅客話。變好多年咧，有咩辦法當？變好多年咧，咁好多年嚟佢路來嗬，佢都嗰多年喺嘅，都落級嘅。將人哋生意以前都唔可以講呢，會談唔可以講呢，講少一講啦，講唔敢講，個強啊！
他的父亲是客家人，但是第2代、第3代以后就没有跟客家人接触，没有在讲客家话，所以他本身还是有的有认同他是客家人啊，但是有的就不要了。他有的人问他哈，他说我不是客家人啊，因为客家人是弱势团体嘛，变成没有人讲了。叫我爸爸，这是我奶奶。喺睇恒春南門老輩嘅種子見，6歲入藤論阿爸對廣東省嘅容顏來到台灣，向下睇恒春同場做事，家下係賣豆腐做事生意。種子見喺台灣客家族群度，佢罕見嘅河婆行業，而杭州得講佢挖掉嘅河婆客話，唔過語言嘅傳承，沙強樣有傳承嘅問題。你4年嚟啊，係會講客話未？唔會。做乜嘅唔會講嘅？唔係，經常係自家，不用你學講多少。做批客家移民因為環境同婚嘅因素，語言天天嚟好老化，客家人同感唔高，客人嘅像傳統名嘅冇乜嘅客人嘅，後期因為是條路搬到恒春鎮嘅客家移民，也分散喺睇各嘅素材，冇次次睇客人嘅行嘅。40年、50年，人就近8年啦。現在人好少，近8年來，一年過後啲開田要開工，68年、69年開工，咁啊就開下就落來。後生堂人工本報建嗬，一切都要700人嘅啦，700人就佔咗1/3度。恒春人後生堂包括是北埔嘅新竹、苗栗。銅鑼一切有到南下嘅屏東、高雄一個美濃、屏東一切，所以係差唔多佔1/3嘅，差唔多1/3嘅，佔1/3按當然。除咗係3廠嘅員工之外，陸續還有個多位客家鄉親，因為是條路來到恒春客，其中起嚟最近嘅6對鄉親佔大部分。等到建民政府嚟嘅嚟過後，把陸續喺啲下上班，就啲下生根立業，一推傳一推就安尼。從外年來講，就有整個有對6對移民啊，2次移民嚟到嚟啦吼，大家就為了生活，為了工作。毛鼻頭，人家嗰啲台灣海峽，無蘭皮青蛙石，嗰度我哋風景十分好，嗰度那麼開一個民宿。其他自家陸客能開幕嘅民宿流動，嗰3批嘅小姐肯定上年嘅好風光。邱秋勇係竹田鄉嘅客人，47年前到恒春玉山試驗所上班，裡面因為肯定嘅觀光發展，開始做起民宿嘅生意。你是當時是等於說找到一個職業呀，一個公務的職業呀，有一個機會，我就買一塊地，我來蓋起民宿來經營，就從77年大概12月份就開始經營，當時的墾丁旅館沒有幾間啦，也是墾丁那個完全省立那個國家公園。邱太海係屏東高數人，一開始睇屏東醫院恒春婚宴服務，還做到婚宴長。裡面自家出來睇正統開業診所，一般但唔習慣恒春嘅生活，裡面殺過後亞隻嘅淳樸嘅年輕味，嘅天係睇亞隻嘅。睇恒春客家移民算係少數，係講獨到嘅邱太海如貼嘅照顧。客家人吼，大家都太本愛出嚟個島嘛，咁到恒春啦吼。所以這個機會很難得啦。按有的人認為就可能有某個偏痛唔怕的親愛，那麼多自己的鄉親嘛，好像自己的親人一樣，這個親人共用，都全部一切都免掛費啊你啦。唔單止一本人哦，哎呀親戚，安尼家屬全部免掛費啊啦，也有對各地來嘅客人，因為係睇恒春認識，
一等去年代还成立的恒春镇客家乡亲文化交流协会，变做全台湾最南边的客家社团。协会唔但將簽出嚟改到遠近的恒春客人，會眾總聽會還希望借此強化另外客家鄉親的熱氣力。我哋客人啊，啲一個好閩南社會好多種啊，本來就弱勢啦吼，人數少咩，但是也雙方人來，俺也就客家人養着啲咧，俺大家共同的一個信念就講，希望俺恢復俺客家嘅樣嘅文化，吼，最重要嘅是講。俺客家意識啦，冇流失嚟咧。將來來有16年，俺唔係有按到客人吼，有200-300嘅客人吼，感覺講安尼有辦法讓客人吸到鄉下吼，會增加一個團結心啊。韓國特別的係，非人度還有對廣東省就2日加到恒春來嘅客家鄉親，一旦講都會嘅做得個夢嘢重合改聽。有客家人出踴躍的家人吼，怪開心。你參加之後感覺好像大家庭樣啊，將啲的恒春有按到客家人。基本上是對了客家人，就有自家老鄉家嘅那種啊，是個是對啊台灣嘅客家人就是很難是對的。家人嚟嘅協會以後就是第4名都係台灣嘅客家人。無共用時空背景的客家移民都來到恒春落地生根。一到喺台灣最南邊的客家鄉親，喺無共用嘅兩域奮鬥打拼，一下恒春喺一定的路下，一定係我本客家文化也喺一隻嘅留下來。